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 How I Feel。暑假其實話咁快就正式結束噶啦。咁我整緊呢條片嘅時候呢，利物浦就已經出發咗去美國進行一連3場嘅季前熱身賽。今日呢條片呢，我哋暫時就唔會講熱身賽住嘅。我哋先翻返嚟睇下今個夏天利物浦收購咗嘅2名新兵同埋外借回歸嘅2位球員，簡單介紹一下佢哋嘅背景資料啦、上季嘅表現，同埋睇下佢哋嚟緊呢一季呢，可以為利物浦帶嚟啲乜嘢衝擊嘅。咁首先要講嘅咧就係我哋嘅5號球衣新主人啦，Jeremy Chucky，佢嘅讀音咧比較貼近卓基，咁之後我會譯佢做茶基或者茶基特，就比較貼近翻原本嘅讀音啦。利物浦咧就喺2026年1月嘅冬季轉會窗宣布以超過6000萬英鎊從呢個法甲球隊雷恩去收購呢一名21歲嘅法國年輕中堅。咁老實講咧，以呢一個身價去收購一名年輕球員咧，相信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非常之驚訝嘅。而嚟緊呢一季咧，佢就將會着起呢個5號嘅球衣啦，證明球隊對佢咧係抱住非常非常高嘅期望。咁接落嚟咧，就等我哋一齊睇下查基特嘅背景同埋踢法啦。查基特嘅出生日期咧係2005年7月13號，咁啱啱生日就21歲仔，身高咧1.88米。咁通常去到可能21、22歲左右咧，都應該仲可以再高咗少少嘅。我諗佢最終可能大概會去到1.9米左右啦。咁佢土生土長嘅法國人，身形咧暫時睇落就係身高手長，比較瘦削啲啲嘅。出身自呢個雷恩嘅青訓，細個咧其實佢係踢中場，咁後來咧先至被改造成呢個中堅。咁呢一段經歷咧，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同一般嘅年輕中堅有少少唔同啦。佢咧就唔單止身形高大，喺身體對抗性方面咧亦都唔錯嘅。而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攞住個波之後係非常之冷靜嘅，亦都願意由後場開始組織進攻啦。聽落咧就有啲似我哋之前嘅馬迪普嘅嗰種踢法嘅。年紀輕輕嘅佢咧，其實喺2024年1月已經完成雷恩一隊嘅地標戰，但係當時因為未能夠坐穩呢個正選嘅位置咧，咁與其留喺後備席嗰度等待，佢就選擇咗外借去到另一支法甲球隊克萊蒙去爭取經驗嘅。期間咧就合共上陣咗24次，咁結果咧佢嘅進步就比預期更加快，令到雷恩咧決定喺2025年初咧提前將佢召回一隊嗰度嘅。咁之後咧，查基特就慢慢喺雷恩取得更加多嘅正選機會啦。咁截至離隊之前咧，佢一共就為雷恩一隊上陣咗33次嘅。咁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有效力法國嘅唔同階級嘅梯隊啦。咁2024年歐洲嘅 U19錦標賽咧，查基特更加係法國嘅後防主力，協助球隊一路打到入決賽。而佢自己咧就更加入選咗官方賽事嘅最佳陣容。之後佢亦都一路升到上去法國嘅 U21啦。咁證明佢唔係淨係喺球會層面受到重視嘅，而係一直都被視為法國呢一代最具潛力嘅中堅之一。不過真正吸引到利物浦願意大灑金錢呢，始終係佢喺法甲出色嘅表現啦。咁單計2025至2026球季呢，查基特就喺法甲度上陣19次，空中嘅對抗成功率咧達到75.5%，係全聯賽第3高嘅。咁呢個數字就反映到佢唔單止係身高有優勢啦，其實佢對高空波嘅落點嘅判斷咧、起跳時間啦，同埋身體運用都已經非常之成熟噶啦。咁對於一支經常需要面對英超高空轟炸、死球攻勢或快速反擊嚟講嘅利物浦咧，呢一個能力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實用嘅。但係查基特真正吸引到利物浦嘅地方咧，就唔單純係佢嘅制空能力啦。根據查基特自己形容咧，佢係一個身形高大，但係速度亦都唔慢嘅中堅嚟嘅，擅長由後場開始做波啦，踢法亦都相當之冷靜。換句話說咧，其實佢係具備咗現代中堅最基本嘅幾個條件嘅，包括身高啦、速度啦、大範圍嘅防守能力啦，亦都有能力喺對手緊迫之下可以出到波嘅。咁呢一點咧，相信對於伊拉奧拿嘅利物浦咧就尤其重要嘅，因為嚟緊呢一季嘅利物浦咧，好大機會會提升翻我哋嘅逼搶強度啦。咁後防線咧就自然會壓得更加前啦。
咁中堅身後嘅空位咧會變大，而對方亦都會更加常去利用長傳啦，或者快速反擊去攻擊我哋嘅身後。因此利物浦咧就係絕對係需要一個擅長打高位防守啦，有速度回防，亦都敢於壓前去搶截嘅球員。查基特嘅條件咧就正正符合呢一個方向啦。咁新教練伊拉奧拿自己都表示啦，其實佢喺加盟利物浦之前咧已經相當熟悉查基特呢個球員噶啦，認為佢雖然而家年紀仲係好輕啦，但係已經具備晒踢呢個中堅位置嘅所有條件噶啦。但係值得一提咧，就係查基特咧喺2026年初咧膊頭受傷而修煉，休息咗接近半年嘅時間啦。不過好彩嘅咧就係佢已經完全康復，確認可以喺季前訓練嗰度咧開始一齊投入比賽嘅準備。咁最後咧，我自己咧就認為查基特綜合各方面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質嘅球員嚟嘅。咁我哋當然就唔應該因為佢轉會費好貴或者球會對佢嘅評價好高咧，就立即將佢視為雲迪克嘅接班人啦。查基特雖然咧係有法甲嘅經驗啦，亦都已經證明咗佢自己可以對抗到一啲頂級嘅球員。不過嚟到英超咧，咁英超嘅節奏、身體對抗同埋前場逼搶嘅強度咧，始終都係另一個層次嚟嘅。咁尤其是佢上季提早收咗列啦，相信咧佢都需要唔少嘅時間重新建立翻一個正式比賽嘅狀態啦。季初嚟講，我諗最合理嘅期待就係俾佢做一個輪換中堅嘅位置啦，逐步去適應翻英超個節奏，同時咧亦都喺雲迪克身邊學習下點樣去指揮呢個防線啦、企位啊，同埋面對比賽壓力等等啦。其實喺哥拿迪離開咗利物浦之後咧，我相信我哋今年嘅防線咧係需要交好多好多嘅學費嘅。查基特呢一位謙虛又冷靜嘅小朋友咧，其實雖然佢場外咧就比較低調啲啦，但係其實佢曾經都擔任過法國嘅梯隊嘅隊長，喺球場上咧亦都幾主動去溝通同埋帶領嗰個防線嘅。咁希望未來呢一兩年咧，佢可以喺雲迪克身邊咧就吸收更加多嘅經驗啦，慢慢咁進步成為下一個世界級嘅中堅。對比起早喺1月就官宣嘅查基特咧，第二位要介紹嘅球員咧就啱啱相反，係喺世界盃期間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簽下嘅蒙路斯啦。由西甲球隊奧沙辛拿加盟利物浦嘅西班牙進攻球員蒙路斯咧，其實佢嘅 CV 係非常之搶眼嘅，因為佢曾經先後接受過巴塞羅那同埋皇家馬德里兩個西班牙豪門嘅培育嘅。蒙路斯咧就2003年7月13號出世啦，其實都係啱啱生日，23歲嘅啫。咁1米73嘅身高咧，出身於西班牙嘅巴塞羅那。佢11歲咧就加入拉馬西亞噶啦，咁3年之後咧就離開咗巴塞，轉到當地嘅著名青年球會丹嗰度繼續發展。咁去到2021年咧，皇家馬德里就將佢帶到去首都馬德里啦。之後佢就一路由青年隊升到上皇馬嘅 B 隊。但係蒙路斯真正值得講嘅地方咧，其實唔係佢曾經效力過巴塞或者皇馬，而係佢喺未能夠進入豪門之前咧，點樣一步一步咁去奮鬥。咁2024至2025年嘅球季咧，蒙路斯就為皇家馬德里 B 隊上陣34場，交出11個入球同埋7次嘅助攻。呢一個表現咧，最終令到佢獲得一隊嘅機會。而佢嘅皇馬地標戰咧，更加係喺老營球場出戰國家打比。之後咧，佢再代表過皇馬出戰1場嘅西甲啦，同埋2場嘅世界冠軍球會杯賽事，合共咧就為一隊上陣咗4次嘅。不過對於一個20歲出頭需要比賽時間嘅進攻球員嚟講咧，坐喺後備亦都係並唔如意啦。咁所以蒙路斯咧就喺2025年選擇出走離開皇家馬德里，以大約500萬歐羅嘅身價加盟呢個奧沙辛拿。咁呢個決定咧，其實對佢嘅職業生涯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佢由一個豪門嘅青訓球員咧，成為一個每個禮拜都要喺西甲度證明自己嘅正選球員。結果咧，佢就只係用咗1季嘅時間咧，就證明咗自己嘅決定係啱嘅。2025至2026球季，蒙路斯咧就為奧沙辛拿各項賽事上陣34次，攻入7個入球，同埋交出5次嘅助攻。呢啲數字咧，雖然就當然未去到超級球星嘅水平啦，但係佢只不過係第一次完整咁完成一個西甲球季，
而且效力嘅咧亦都唔係一支長期可以控制住比賽、製造咗大量機會嘅豪門球隊。咁呢一個表現咧，其實已經係相當之有說服力㗎啦。更加重要嘅係咧，其實蒙奴斯咧並唔係單靠一小段時間去爆發而吸引到大家嘅目光，而係佢一整季咧都展示出一種非常之穩定嘅比賽狀態同埋表現。咁佢速度快啦，踢法亦都直接。咁攞到波之後咧，其實侵略性係極強嘅。無論係喺右路推入中間，定係左路利用速度壓落底線咧，蒙奴斯係一個非常擅長打反擊嘅球員嚟嘅。咁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咧，就唔單止係識得跑啦。佢喺皇馬 B 隊嘅時期咧，已經證明咗自己有能力去入波同埋製造助攻噶啦。去到奧沙辛拿咧，就面對更加成熟、更加有經驗嘅西甲後防咧，佢繼續係可以保持到進攻嘅輸出啦。而且佢左右腳同樣擅長，可以同時出任左右兩邊嘅翼鋒位置，對而家陣容捉襟見肘嘅利物浦咧，相信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佢嘅出色表現咧，亦都令到佢成功打入西班牙嘅國家隊啦。咁2026年嘅3月咧，蒙奴斯就首次代表西班牙大國腳上陣，地標戰咧就已經取得入波噶啦。咁之後佢就更加入選咗西班牙嘅世界盃名單啦，最終成為西班牙奪得世界盃冠軍嘅陣容其中一名成員。咁由1年前仍然喺皇家馬德里 B 隊度爭取緊曝光，到1年之後成為西班牙國腳、世界盃冠軍成員同埋利物浦嘅新兵咧，咁可想而知佢呢12個月嘅上升速度咧係有幾咁誇張。咁隨住沙拿嘅離隊啦，蒙奴斯嘅加盟，咁到底我哋嘅前線可以期待到啲乜嘢咧？咁首先就係速度同埋直接性啦。其實利物浦上季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反擊實在太過慢啦。咁即使咧中場成功搶到控球之後咧，其實前場嘅推進咧都冇辦法製造到有效嘅反擊，咁令到對方咧有時間可以重新組織到防線啦。咁蒙奴斯最大嘅作用咧就係佢唔需要太多嘅足球或者複雜嘅配合，就已經可以製造到射門或者其他嘅進攻機會。咁其次咧就係逼搶同埋 work rate 啊，伊拉奧拿咧都明確指出咗啦，蒙路斯可以踢到右邊，亦都可以踢到左邊，並且具備身體係所需要嘅 work rate。伊拉奧拿亦都形容佢係一個充滿飢餓感、有野心，但係同時保持謙虛，知道自己必須要以最佳嘅狀態先至可以爭到正選嘅一位球員。咁呢一段評價咧，其實都幾重要，因為伊拉奧拿對翼鋒嘅要求啊，從來都唔止係入波同埋助攻。佢係需要前場球員喺失去控球之後立即反搶啦，亦都需要翼鋒咧封鎖對方嘅傳球路線，亦都需要佢哋不斷向對方去施壓嘅。咁蒙奴斯過去一季展示出嚟嘅速度同埋活動能力咧，令佢係非常之適合呢一種踢法嘅。戰術上佢亦都可以有幾種唔同嘅用途啦。咁利物浦當然可以安排佢出任呢個正選，利用佢嘅速度去施壓啦，逼到對方犯錯。亦都可以將佢暫時擺喺一個後備嘅武器啦，到可能60-70分鐘對手開始攰嘅時候咧，就換入呢個速度快嘅龍胡斯去撕破對方嘅防線。咁咧佢亦都唔一定係要直接自己射波嘅。其實咧，如果我哋有個正中鋒，可能伊薩或者伊基特嘅前面嘅話咧，其實蒙路斯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穩定嘅傳中啦，到3角回傳嘅一個傳員嚟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佢下一步需要證明嘅地方啦。咁嚟到利物浦，佢面對嘅對手咧，就可能會踢得更加保守，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多機會可以踢反擊咯。咁到底當對方將個防線收得好厚嘅時候咧，蒙奴斯能唔能夠透過短傳嘅配合、無球走位或者禁區嘅搶點咧，去製造到威脅咧？就係呢幾點就會決定咗到底佢係可以站穩呢個利物浦嘅正選，定係佢只可以做一個輪換嘅球員呢？咁暫時嚟講咧，我就唔認為蒙路斯係買翻嚟做一個輪換球員嘅。咁因為佢其實上一季已經證明咗自己啦，亦都成為咗西班牙其中一個最受注目嘅翼鋒球員啦。咁簽入佢咧就好明顯係增加我哋陣容嘅深度。咁上一季大家都睇到，其實我哋嘅左右兩邊嘅突破點咧都係冇嘅。咁其實我就幾期待佢嘅速度啦，佢嘅逼搶同埋佢嘅衝擊力嘅。
咁長遠嚟講，當然就要睇下伊拉奧拿能唔能夠將佢更加提升成為一個可以穩定地交出到入球貢獻同埋同隊友配合嘅一位球員啦。咁就等我哋一齊期待下嚟緊呢一季查基特同埋蒙魯斯兩位球員為利物浦帶嚟嘅新元素啦。咁下一個部分咧，就除咗兩位新兵之外，我哋今年夏天其實都有兩位球員回歸翻嚟我哋嘅利物浦嘅。咁相信季前熱身賽咧，就好大機會判斷呢兩位球員能唔能夠繼續喺利物浦噶啦。第一位咧就係由阿士東維拉外借回歸翻嚟嘅哈菲·艾利亞啦。咁講翻艾利諾嘅上季嘅表現啦，其實佢最大嘅問題就唔係佢踢得差，而係佢根本冇機會去表現自己。咁艾利諾喺2025年夏天外借加盟阿士東維拉，原本大家都以為呢一個係 win-win 嘅轉會啦。咁當時佢就啱啱協助呢個英格蘭贏得 U21嘅歐洲國家杯，咁自己更加攻入咗5球，成為賽事嘅最佳球員。咁但係斷估唔到呢一位需要穩定上陣時間嘅年輕球員，加盟咗一支有歐洲賽踢又有清晰嘅進攻體系嘅球隊。本來就應該係一個職業生涯嘅上升嘅一個階段啦，但係結果就完全係相反嘅。成個2025年至26年嘅球季咧，艾利諾只係為維拉上陣咗284分鐘，咁英超嘅上陣時間咧更加只係得可憐嘅109分鐘，咁當中亦都只係得一次嘅正選嘅啫。咁換句話說咧，呢一次外借咧就唔單止冇令到佢取得穩定嘅比賽時間啦，更加可以話係浪費咗佢一整季嘅時間嘅。其實艾利諾上季嘅表現咧，真係好難用入球、助攻或者其他數據去分析，因為個問題係佢根本就冇比賽過咁滯。而呢一個咧，亦都正正令佢成為今季我哋其中一位最值得觀察嘅球員啦。因為大家就唔好忘記，其實艾利諾只係23歲嘅啫。其實佢過去都喺利物浦證明過自己係有能力喺禁區邊緣創造機會啦。亦都有一隻非常純熟、非常出色嘅左腳，咁佢最佳嘅位置其實係擺喺右邊嘅 half space 或者擺喺進攻中場位置，就唔係一啲長期企喺邊線或者單靠速度突破嘅傳統翼鋒。踢法上咧，其實佢幾中意同隊友做啲短傳配合嘅，亦都有能力喺好狹窄嘅空間裏邊做到一個傳送。咁足球智慧、技術同埋創造力咧，一直都係佢最有價值嘅地方嚟嘅。但係可惜咧，佢就唔夠速度啦，亦都身形比較矮小，咁令佢不論係高普年代定係史諾時期咧，都難以取得一個穩定嘅上陣機會嘅。咁嚟到新教練伊拉奧拿手上咧，其實伊拉奧拿都有明言過係會俾機會佢嘅，不過最終咧就取決於艾利諾自己能唔能夠喺新體系下面發揮所長啦。如果伊拉奧拿係想將利物浦打造成一啲節奏明快、強調逼搶同埋快速轉換嘅球隊咧，咁艾利諾就會配合教練喺無球跑動時候嘅要求咧，佢係比以前要做得更加多嘅，就唔單止係淨係要傳靚波啦，而係要 focus 喺失波之後嘅一啲逼搶啦、回防啦，同埋攻守轉換時嘅傳送決定。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其實伊拉奧拿到底會將佢視為一個中場球員啦，定係前場球員咧？因為如果踢中場嘅話咧，佢能唔能夠應付到英超嘅身體對抗性同埋大範圍防守咧？如果踢右翼嘅話，佢又能唔能夠適應到身體係需要嘅速度同埋逼搶咧？咁至於10號位嘅話咧，其實利物浦上年就買咗域斯啦，咁所以其實佢嘅競爭咧亦都係非常之激烈。咁因此咧，其實艾利諾最需要搞清嘅咧就係佢喺利物浦新陣式底下嘅位置，佢需要揾到一個自己清晰嘅角色啦，令到教練知道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用到佢去幫到球隊。但係如果佢只係能夠繼續好似之前咁樣喺唔同可能右中場、右翼呢一啲位置做一個邊緣嘅選擇嘅話咧，咁我諗佢好大機會都係冇辦法可以取得一個穩定嘅上陣時間啦。咁而我自己最想知道嘅就係睇下伊拉奧拿會唔會圍繞住艾利諾嘅優點去設計一個定位或者角色，因為其實喺另一個角度睇咧，艾利諾係好大機會可以成為伊拉奧拿手下嘅一個意外驚喜嘅。咁佢其實年紀輕輕，但已經踢咗幾年嘅英超啦。而
而且咧，經歷過上季幾乎冇得踢嘅挫折之後咧，我相信佢係比任何一個人更加渴望去證明自己啊！以呢一位勤奮嘅年輕人嘅性格咧，我相信只要球隊願意俾機會佢咧，佢絕對會盡佢嘅所能去獻出100%嘅努力嘅。咁最後我自己新一季對艾利諾最大嘅期待咧，其實未必係佢要交啲好靚嘅數據入球或者助攻，係希望佢可以重新建立翻比賽嘅節奏啦，揾到一個適合佢嘅固定位置，證明自己可以立足喺利物浦。咁對艾利諾嚟講咧，今個季前熱身賽好可能就係決定佢喺利物浦前途嘅終極挑戰。今集最後要講嘅另一位回歸球員就係上季被外借到羅馬嘅希臘左閘森美卡斯嘅，同艾利諾有啲似嘅。森美卡斯外借嘅原意咧就係希望得到更加多嘅上陣機會啦。咁佢由2020年加盟利物浦之後咧，其實一直都係擔任羅伯臣嘅後備。雖然佢從來都唔係長期嘅正選啦，但係當球隊需要輪換嘅時候咧，佢都曾經提供過唔錯嘅表現嘅。尤其佢嘅傳中啦，同埋死球處理方面，咁佢為利物浦咧一共上陣過115次啦，贏過英超足總杯同埋2次聯賽杯。咁當然令大家最難忘嘅咧就係2022年嘅足總杯決賽，喺互射12碼嘅階段咧就射入咗致勝嘅一球。咁不過咧，隨住利物浦簽入咗卡卡斯，森美卡斯嘅球隊嘅角色咧，其實就變得更加不明朗啦。咁所以上季咧就被外借去到羅馬啦，但係好可惜呢一次外借咧，同樣都係失敗而回嘅。咁森美卡斯上季咧就為羅馬各項賽事上陣咗25次啦，咁總上陣時間咧大約係1050分鐘，但係其實喺意甲咧佢只係取得6次嘅正選嘅啫。咁即使表面上咧25次嘅上陣咧就唔算太少啦，但係實際上咧佢大部分嘅時間咧都只係後備或者輪換嘅球員，就冇真正地喺羅馬取得一個穩定嘅上陣時間。咁對於一個已經30歲，原本希望透過外借去證明自己能力嘅球員嚟講咧，呢一個結果咧顯然係唔理想嘅。咁但係森美卡斯翻到嚟利物浦之後咧，其實情況又唔係冇轉機嘅喎。佢亦都會咧隨住利物浦參與呢個季前嘅集訓啦，球隊目前嘅正選左閘咧，好明顯都仲係卡卡斯啦。對森美卡斯嚟講咧，佢最現實嘅目標應該就係證明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可靠嘅後備左閘啦。咁呢個後備左閘嘅位置咧，其實對利物浦嚟講一樣係非常重要嘅。英超啦、歐聯啦、足總杯啦，加埋聯賽杯，一支球隊玩下手都踢40-50場嘅比賽。咁冇可能只係靠一個左閘可以踢晒所有比賽，而上年其實其中一個失敗嘅原因咧，正正就係輪換得太少。咁同艾利諾一樣啦，森美卡斯嘅優勢咧就係佢熟悉球會啦，熟悉英超，而且知道做利物浦後備球員需要保持啲乜嘢嘅心態。咁佢亦都唔會要求個個禮拜都係正選嘅，而且以佢加盟以嚟咧，其實佢都證明咗自己可以喺有限嘅時間裏邊幫助到球會嘅。咁尤其係面對低位防守嘅時候啊，其實森美卡斯嘅左腳傳中咧，仍然係有價值嘅。當利物浦需要從邊度製造更加多嘅供應，或者喺比賽尾段需要加強進攻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可以提供到一個完全唔同嘅選擇。卡卡斯嘅強項咧係速度啦、跑上跑落啦，但係森美卡斯係比較偏向傳統一啲嘅傳中啦、死球處理嘅一啲左閘球員嚟嘅。不過新一季對森美卡斯最大嘅疑問咧，就係佢有冇足夠嘅速度同埋體能去應付伊拉奧拿嘅高強度踢法。咁以往搬尼茅夫嘅時候咧，伊拉奧拿嘅閘位球員咧，通常都需要不停上上落落嘅。咁森美卡斯而家已經30歲啦，加上上季喺羅馬嗰邊咧就冇得到穩定嘅上陣機會，咁所以季前訓練第一件事要證明嘅咧就係佢嘅身體狀況咧係仍然可以跟上我哋嘅身體係嘅。咁新一季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佢未必會可以挑戰到卡卡斯嘅正選啦，而係佢究竟能唔能夠成為一個稱職嘅後備左閘球員呢？呢一個咧就係決定佢今季能唔能夠繼續喺利物浦度留守嘅最大嘅因素啦。今個夏天咧，其實利物浦最大嘅改變咧，未必係邊一位球員加盟，而係伊拉奧拿正式接替史洛成為球隊嘅新教練。咁之前咧我就懶啦，冇出到片講伊拉奧拿。
片尾嘅部分呢，我哋就用少少時間認識一下我哋呢位新任嘅更衣室話事人啦。伊拉奧拿呢就出身自西班牙嘅巴斯克地區，球員時代呢主要係擔任右閘嘅位置，曾經呢為畢爾包上陣超過500次，亦都代表過西班牙嘅國家隊嘅。咁長時間效力畢爾包呢，令佢對一間球會嘅身份啦、文化同埋球迷之間嘅關係呢有好深嘅體會。咁呢一點呢，其實同利物浦都好似嘅。因為兩間球會咧都唔單止係重視成績，而係非常之重視球員能唔能夠代表到城市同埋同球隊之間嘅聯繫嘅。咁退役之後咧，伊拉奧拿嘅教練生涯咧就絕對唔係一步登天嘅。佢首先咧就係對塞浦路斯執教 AEK，第一季咧就贏得塞浦路斯超級杯，之後就翻到去西班牙帶領西乙球隊米蘭迪斯，再喺呢個2020年咧接掌咗華力簡奴嘅。咁第一季咧就帶領華力簡奴升上西甲，佢一步一步咧由較細規模嘅球隊去累積經驗啦，亦都證明咗自己可以將一套清晰嘅踢法帶到更加高嘅水平。咁當然真正令到英超球迷認識伊拉奧拿咧，就係過往3季喺般尼茅夫嘅工作啦。咁佢帶領般尼茅夫3季啦，第一季咧就係第12名啦，提升到第二季嘅第9名，再去到上季嘅第6名。上季咧就更加曾經錄得18場不敗嘅，帶領球會歷史性首次取得歐洲賽嘅資格。咁對一間財力同埋陣容深度都唔算頂級嘅球會嚟講咧，呢個成績咧絕對唔係突然間一季嘅爆發，而係3年之間一步一步建立出嚟嘅進步。咁伊拉奧拿最鮮明嘅地方咧，就係佢唔會要求球隊慢慢控制住個波啦，等對方去犯錯，而係希望球隊踢得有強度、有侵略性、有組織。當對手喺後場控波嘅時候咧，我哋就要主動去壓迫。當球隊搶到控球嘅時候咧，第一個做法咧就係將個波向前，趁對方咧未重新組織之前咧就製造威脅。咁伊拉奧拿自己都講過啦，即使由般尼茅夫去到利物浦，有一啲戰術可能要因為球員而調整啦，但係佢都唔希望失去3個基本嘅元素，就係強度啦、侵略性同埋組織性。咁呢一種足球咧，對於利物浦球迷嚟講咧，應該就唔會陌生啦。咁過往利物浦最成功嘅時期咧，球隊最明顯嘅一個特點咧，就係透過逼搶、速度同埋快速轉換，喺短時間之內咧逼到對手犯錯。咁伊拉奧拿嘅踢法咧，雖然未必同高普完全一樣啦，但係佢同樣相信咧，球隊係要主動製造混亂，而唔係喺被動咁地等待空位出現嘅。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能唔能夠將般尼茅夫嗰一套足球提升去到一套可以爭奪英超同埋歐聯嘅冠軍踢法。帶領般尼茅夫嘅時候咧，伊拉奧拿好多時都係可以受到對方主動控球啊，然後打壓迫啊、高位逼搶啊、快速反擊咁樣。但去到利物浦咧，情況可能完全相反，因為大部分嘅球隊對住利物浦咧，都會係縮後啦，擺呢個鐵桶陣啦。咁利物浦咧就唔會有太多嘅反擊空間。咁當對方唔願意出嚟主攻進攻嘅時候咧，伊拉奧拿就要證明自己唔係淨係識得踢高強度嘅反擊，而係有能力去建立一套穩定嘅進攻組織。咁利物浦點樣去拆解低位防守啦？邊個負責喺中路創造？兩邊閘位應該同時壓前啦，定係一邊壓前一邊留守咧？咁呢一啲問題都係佢由般尼茅夫去到利物浦之後必須要解答嘅問題嚟嘅。咁另一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點樣處理現有嘅利物浦嘅陣容啦。咁伊拉奧拿自己曾經表示過，領隊嘅工作咧，其實係為球員建立一個集體嘅平台，再為每一個人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嘅角色，並唔係單純要求每一個球員去搬同一套嘅指令，遵守同一個嘅部署。佢希望咧球員可以喺團結嘅結構之內，仍然發揮到自己最強嘅一面。咁呢一點咧，對利物浦嚟講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陣中嘅一班球星，例如域斯，究竟會唔會回歸10號嘅位置啦？定係佢會繼續踢一個進攻自由人呢？加文貝治究竟可唔可以卸下純防守中場嘅責任，好似上年咁樣繼續多啲參與進攻？又或者伊薩嘅身邊咧，會唔會有啲願意為佢鋪橋搭路同埋開山劈石嘅逆風球員呢？呢一啲嘅安排都會直接影響到上季一班表現未如意嘅球星，例如域斯啦，或者伊薩等等，佢哋能唔能夠喺新體系之下重新發揮到自己應有嘅水平呢？咁最後啦，
查基特同埋蒙路斯嘅加盟咧，代表住利物浦今個夏天嘅新開始。咁一個咧就係為未來嘅後防作準備啦，而另一個咧就係為我哋嘅前場帶入更加多嘅速度同埋衝擊力。咁至於艾利諾同埋森美卡斯咧，佢哋今季要面對咧就係另一種嘅挑戰啦。咁兩個人咧都需要透過呢個季前熱身賽去證明自己係仲有能力留喺利物浦裏面嘅。咁四個球員四種唔同嘅處境，但係同樣都係有嘢需要證明。而對伊拉奧拿嚟講咧，真正嘅考驗就係點樣將呢一班背景、特點同埋處境完全唔同嘅球員放合一套新嘅體系入邊，到底邊一個會最快適應到呢？邊一個又會成為我哋嚟緊呢一季嘅驚喜呢？又有邊一個最終唔會再喺利物浦度見到佢？呢一啲問題可能要去到季前賽同埋新球季正式開始之後，先至慢慢會有答案。好啦，咁最後咧，咁大家就不如留言講下你對利物浦新一季邊一位球員嘅表現最期待啦，或者你講下你對伊拉奧拿執教利物浦有幾大信心咧？咁中意條片嘅咧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咁記得開埋個通知，咁下次我哋有新片咧就可以立即睇到啦。咁下條片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